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在这2日，日本的前首相来到咱台湾来访问。那么什么人就见面，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人，那么敢通咱来当作是台日友好、大丈夫？到底是因为地缘政治的作用，或者是经济实力？这是友邦才有通啊帮咱，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錫芬。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蔡錫芬。那麼第二位，當代日本研究協會第1副會長陳文甲。大家好，我是陳文甲。那麼第三位是國防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蘭玲。大家好。那麼，和大家來感謝一下，來看一下吼，到底這麻生太郎今仔日在這個吉大家咱的論壇，今仔日講到什麼代志？今仔日本隊呢是要討論到台海情勢、經濟安全等等議題。那麼日本的前首相麻生太郎嘛受邀請來發表的演說。伊強調講區域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那麼認為日本要帶頭來展現用武力來保護台灣的態度。經過3年，外交部舉辦的凱達格蘭論壇恢復實體舉辦，重點討論台海情勢甲經濟安全等等的議題。總統蔡英文親身去參加。致辭的時陣，特別感謝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在生的時陣大力推動印太戰略，凸顯台海和平的重要性。Taiwan does not take our security partners' backing for granted. While we don't seek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nd hope for a peaceful, stable, and beneficial coexistence with our neighbors, Taiwan is always ready to defend our democracy and way of life. 蔡總統強調講，台灣會把責任擔起來，持續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安倍政黨的盟友，也就是前日本首相、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嘛受到邀請來台灣參加。在演講當中，講到日本、台灣甲美國愛共同發揮協調甲主動的力量，也讓日本會大聲展現為着維護台海安全，可能動用武力防衛台灣的態度。戦う覚悟です。いざとなったら。お金かけて防衛力持ってるだけではダメなんだ。それをいざとなったら使う。台湾の防衛のために、台湾海峡の安定のために、それを使うという意思、明確な意思を相手に伝えて、それが抑止力になると。麻生太郎指出，日本已經有幾項國防改革，包括結合陸海空軍。提升自衛隊應對的能力。不過，伊嘛強調講，台海和平穩定是國際共識，在這個區域內底無應該發生戰爭。記者綜合報道。咱甲各位觀眾朋友吼，頭早看到這新聞大吼，你會感覺講哦，即個咱台灣敢若風雨過人來啦，吼！而且以在即前首相，雖然伊即擺在政壇吼，也無抓頭抓尾無伊個名，但是。算來應該是實力派的人物啦，吼！而且咱先來看這個圖表，日本人到底安怎看咱台灣的情勢甲安全？相對麻生太郎哦，今仔日所講的講，台灣、美國、日本必須要覺醒，發揮到強大合作的能力，要有相戰的準備，吼！另外，期盼2024年台灣的新的領導者甲日本會當合作。共同面對外部挑戰甲威脅。第2點，第3點，台灣已經申請加入到 CPTPP， 日本歡迎台灣申請加入，這是日本一貫的立場啦，吼。啊，其他我就免講吼，咱大家攏真知影，譬如講，這真挺咱台灣的這個安倍晉三也好，吼，安倍晉三，吼，啊，而且這岸信夫，吼，甲伊這個。關係，另外岸田內閣吼，嘛是真挺台灣，但是我也去講的是講，麻生太郎
伊并毋是任何内阁的任何一个职务，伊讲这个话有政治的效用，或者是有实际的效果吗？蔡老师？这当然有效果，因为伊毕竟是迄个前首相，而且伊伫迄个安倍的内阁内底，伊做是个副首相。那副首相，而且伊即马算讲是自民党里面第2大就对啦，因为第1大是一定爱去做首相嘛。但是我注意看，伊讲的话甲安倍拢共款的。伊讲的是实在话，今日我有去甲听，我甲对头甲听尾。伊讲的是讲日文的，上起头时是讲一下英语老两句啊，但是佮咧讲日文。伊讲咱这台湾吼和平甲安定的重要性。你当然伊嘛讲，2021年的时阵，因日本开始讲这个话，所以伊讲的话毋是讲代表伊个人尔，伊讲的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政策咯。这个日本的政府的政策，不管啥物人讲出来，拢是一定爱共款的，毋是讲我今仔到阿伯来到台湾咧讲一寡好听话，互恁台湾人听，伊无安尼哦。伊讲作事实，做老实的。你对头甲尾甲听甲个尾，你甲看，伊讲的拢实在。但是你爱看呢，伊为什么讲这个话？是啊，老师，伊是意气相挺，还是实际利益来拍算？伊这毋是讲干是讲咱的好朋友还是相挺，伊对日本的立场来想，因日本伊怎啊有感觉到威胁啊？伊有感觉到威胁，因为知咱台湾的重要性哦。因为像我甲你好朋友吼，我来收听你啦，安尼好兄弟，毋是安尼。因为咱台湾的重要性，因日本来讲啦，你若无台湾，因日本要安怎？对吧？因日本就危险嘛，所以因就讲咱台湾吼，对来讲，迄个啥物物资啦，还是讲战略啦，还是讲安全啦，这拢作重要。而且又佫讲一点啦，伊讲做日本话讲做又佫死了去啦，就是讲动力要卖来。那这动力卖来的话，日本即卖动力无够咧，即无够时候，你话恁台湾袂使干那讲出一支嘴啊，你嘛要家己做一寡代志啊。而且又佫讲一句话哦，即摆日本政府讲一句话叫多西国故，多西国讲。咱同志嘛，咱同志咱想法是共款，因为咱无可能甲日本迄个同盟嘛，无同盟咱同时共款啊。为什么咱的立场共款、利益共款啊？所以伊毋是来台湾就安尼，伊伫日本就安尼啊。你日本对头一直甲听，一直听，我听伊讲话哦，听足久的。我自伊做迄个首相开始听，伊无变，伊这人无变，伊个性嘛无变。伊这本身是代表着麻生派，但是伊敢会当代表着安倍派？诶，这个诶想法嘛是会使吗？会使哩，为什么会使哩？我拄则有讲过，就是讲伊对头到尾，伊是安倍的副首相，而且伊对头到尾拢听安倍派。安倍派是讲即马都无一个人，伊是5个人即马咧管。伊拢听伊啊，伊嘅讲法嘛，甲安倍派共款。安倍派即马想法都是日本的想法。虽然咱讲岸田即马做首相，但是伊嘅想法、伊嘅做法，颠倒比安倍更较实在。安倍迄时阵就敢若讲嘛，伊无得做啊。但是其实伊会讲我咧 GDP 2%啦，伊今日嘛讲啊，迄个阿叔啊，马上一来到，伊嘛讲因迄防卫费爱升到2%啦，因迄个力量爱增加啦，能力爱增加。其实是甲做，安倍迄时阵因为伊无法度讲做，伊一直讲，所以阿叔等于是依早阿倍。这你会使甲想，因为阿伯咱知往生嘛，爱到往生。有使安尼想就对啊。对，因为往生你无可能讲都安怎，但是咱即马大来对阿叔讲的话，伊甲讲，你讲一个真单纯的问题咯。咱台湾人若要收，即马要选总统的，去日本啊，大家嘛去找伊，大家嘛拢见啊。但是大家嘛拢见啊。对啊，伊讲的拢共款啊，就是讲即马咱日本爱安怎做，所以我建议咱台湾爱甲伊当作真正的安倍，这个想法，就是讲因的想法共款，因都甲咱一个平康出去的共款啊，讲的无。这我刷来要请教就这个陈老师吼，那有这个文章咧鼓吹啦，讲哦，他像他蔡老师讲的，这安倍首相安倍派已经即马吼5人咧领导啦，应该重新来看这新三角，新三角就是麻生派。吼，搁一个木派，搁岸田派，这三个夹起来力量啊真大。但这三夹啊夹起来，甲安倍派，因为立场像蔡老师讲，拢一致嘛。这个一致啊背后的力量是经济咧帮衬，还是讲实际利益，还是美国人在后面讲，恁就爱听台湾，这安怎想？是因为。我是要特别介绍讲日本的政治嘛真趣味啊。
当主持人讲无唔对，因为日本的政治是着美国的控制，因为就战后这73年来拢是美国咧控制。第二，就是伊这个政治内底有3支卡，第一卡就是派系。你听讲有，不管是安倍派，还是麻生派，还是岸田派等等，这无所不至，拢是一个派系，一个大家都合作。第三就是伊的财团就是金团联。金团联拢是大手的，大财团，对大财团合作的。第三支卡就是伊的官僚，所以呢，干那靠一个靠一个派系嘛，无法度去运作，一定要大家算三卡都买三卡合作。搁第二点受到美国的指数，较会当运作较顺利。所以自民党较会为另外战后一直长期执政，除了2009到2012年输了这3年无执政，其他拢是咧执政。所以这个麻生来是伊家己要来，还是咱甲招拄好有这个机会？你麻生伊本身你甲猜测，伊本身头壳内面咧想是像头拄蔡老师讲，我该有志一动，我在乡进前我一定爱来。我毋是讲伊马上安怎，讲我要来台湾一转。是啊，当然所了解也是所观察的，也是大家嘛是公认的。其实呢，麻生甲安倍其实因是志同道合，就是两个理念拢相共。所以呢，你看伊而且伊看到安倍过身了，伊感觉伊有数伫个在生之年，伊即马83岁啊嘛，83岁，所以伊希望伫这段时间搁无偌过时间，会好好将伊的对台湾的安全的也是台湾甲日本的连结，会当透过伊即个行动来展现台日的关系，本来为非官方到准官方的立场。这有差别咯。当然有差别啦，因为我知影讲伊当天是2011年有来过一抓。迄届来一抓是啥？就是感染按2011年311按台湾去帮忙，所以伊现来是民间的友情来，好像是一个陈平时期，但是即摆时阵变非常时期，尤其大陆伊的把你讲这变做准官方，这要安怎观察讲？伊来算做准官方，伊家己心来讲，我是准官方，所以放一个日本国旗伫顶头吗？嘛无一定，因为上基本即摆是自民党是的执政党，伊执政党，所以伊即摆是执政党的算讲第二坎。第二点，伊的派系麻生派是第2大的派系。第三，伊做过首相，做过总裁，做过外务大臣，伊做做职务。另外一点就是伊甲金团联的关系真好。第5就是伊伫迄个选举需要的金水之间，伊嘛好当靠这个人。所以呢，老实讲，伊的实力嘛，我想伫岸田之上，无之下，因为伊是个先派啊。你看这岸田派多几席，46席是排第5坎。第5坎的呢？对，伊麻生第2坎，对吧？所以是迄个岸田爱拜托麻生，因为派较大。你讲有3个东北要排要合作的时，伊当然嘛希望伊会当加迄个啥岸田人甲伊联合。只是讲伊即届来，那蔡老师讲无毋对，就是伊嘛有一定爱打迄个打岸田报告嘛，讲我今日要来这代志，所以我讲代志伊是代表官方的立场，只是讲因为即摆台日之间无建交的关系，无官方关系，所以伊就维持来的，反正以党副主席的名义来，较袂哪里讲的，较袂去得失到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外也未有啥物任何即发表的言论啦，吼。伊就发表，看得发表，就来啦，吼。但我要来请教王老师吼，咱看的是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哦，2023年的顶头就写吼，伊嘛写个真明白哦，讲哦北京吼，那借着武力吼片面来改变现状企图甲动作吼，那有可能1500粒核弹头啊，吼。所以呢，台海和平稳定不可缺少吼。那对着台湾吼真担心，日本面临二战了上严的安保环境，应该爱各界一同强化的自卫队，5年之内爱导致超9.8条的新台北。这个表示讲吼，因为恁这国防研究院哦，对着日本人咧做这项代志。乃至到台海的完全，他昨蔡老师一开始就讲，
日本人吼，其实嘛是经济利益，喏，想讲这台湾海峡啊，尤其航道啦，啊要运送啦，恁安怎来看这日本的防卫队？虽然因在日本的国土内面，国内对着修宪吼自卫队的这个角色有这争论，你感觉？我认为哈，日本现在投入很大笔的经费哈到国防预算里面，其实除了您刚刚讲的航道的问题，还有国防的问题，它其实最主要的我们可以考虑到台湾如果掉了之后会对日本造成什么影响哦？我们知道现在日本距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有到上海有好几百公里，但是如果一旦台湾掉了，那台湾掉了之后，那台湾就变成中国了，那到时候日本的最前线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那现在我们台湾人花了很多纳税钱，花了很多国家的资源，那投入国防，其实我们是在形成为日本，同时也在为日本形成一个巨大的屏障哦。我们想想看，日本的西南诸岛有很多很小的岛屿，那上面的武装或许不是可以作为前线的一个武装。那如果台湾这个巨大的屏障掉了，那之后，日本就必须在国防费用上投入更高、更多的经费，所以说日本就会高度的关注台湾。那您刚刚讲的日本，它投注国防经费，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有一个它把防卫的重心往西南诸岛迁的趋势哦。比如说，我们游锡堃院长刚刚访问的与那国岛，是刚刚访问的与那国岛，他准备新增电子战部队。这个因为他们可能预期到以后在台海有事的时候，这个电磁波作战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其他的像是冲绳、石垣岛这些地方，都新增了防空雷达部队，或者是有新增对舰的导弹。这部分都是他们必须要投入很多经费，对中国形成威慑的。王老师，你认为你他所讲的这套这个物件，是咱台湾人在想日本人而已？还是日本人自己也安尼想？不是，他们不能明着这样子讲。就像我们看到防卫白书说，日本觉得中国是最大的挑战，但是他们没有说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因为这个话是不能明着讲的，因为大家还是必须顾及面子问题哦。但是我们要讲实在了，就是日本人确实是这么想了，不然在日本国内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状况下，他们没有必要强行投入，像蔡老师是刚刚讲的，把对国防费用的投入比例提高到2%，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动就证明他的想法。是，他说王老师啊，讲到讲日本人的行动、甲民主、甲语言这三个之间哦，拢有当时有小可落差。咱要安怎来解脱讲？那你日本人你讲的是真的，啊，甲你真正的行动，甲上后要付出的这个行为，这之间要安怎来观察？以及吼。真侪咱台湾人拢会感觉讲，咱甲日本人足亲的，啊是毋是应该爱真欢喜讲，咱甲日本人的关系愈来愈好，爱拍搏啊！对1971年、72年开始断交了后，哇，这足好足好，是开始相处了后，爬起到这高速公路顶头啊，已经大丈夫啊，啊是讲咱哪行哪看，步步为营。吼，日本人咱嘛，就算讲咱甲伊即摆友好，咱嘛爱真正爱斟酌讲，爱靠自己，安怎都安怎。咱爱安怎想呢？有真侪人讲，这唔通安尼啦，因为这种真简单的方式就是讲，国甲国之间的交往哦，甲人甲人之间的交往无共款啦，就真侪利益咧交缠啦，这无遐简单啦，安怎想？拄前你讲这个虽然是真重要，但是我一直足在意一点代志，就是讲，咱袂使用讲咱的语言，用咱想法去理解日本。因叫做日本，咱叫做台湾，这无共。所以咱了解为什么讲这个话，但是伊讲这个话毋是骗人，是讲阮本人讲话，阮表达阮就是安尼，是你听无？你听无？你听无？毋是我甲你骗啊！你要了解，我都安尼甲你讲，伊讲我甲你讲几百万摆啊，为什么你听无咧？然后举一个例来讲啊，今迄个阿苏伊来台湾时，伊嘛讲。2021年的时阵，台湾海峡和平甲安定的重要性，因就讲啊，我应该你讲我接明白啊，我应该甲你写起哩啊，我甲国际嘛拢咧讲啊，即阮日本人讲的，所以我已经讲做白人来了解啊，是咱无了解啦，咱一直讲用咱的中文啊，用咱台湾的想法去想的，这是毋对。当然，因为什么甲咱遮好咧？你爱想咧，伊对咱这亚洲来看，伊边仔就几个国家啦。
苏联啊、北韩啊、南韩啊、中国啦、台湾啊，伊无甲咱好，要甲谁好？伊无要搬厝，要搬去倒？要搬去美国，无可能啊！当然，伊甲咱好，对咱来讲嘛是真正足好的代志。而且咱是迄个民主国家，这足重要的。而且你注意听阿苏伊今日讲的话哦，伊讲恁台湾人爱家己讲要想要保护恁家己，阮到我就保护你。啊，你若讲你都无想，啊，你都想法就是安尼，啊，你都有另个无迄个意志，我嘛无法度讲话。所以咱台湾人来讲，我都要保护阮家己，吼，啊，人日本人啊，对我，啊，你都要保护你，我就甲你保护。你要想，啊，所以伊一直讲，伊伫日本嘛是安尼讲。你看那乌克兰，啊，那乌克兰时阵，人伊就讲要保护阮家己，所以我嘛要想办法去甲帮忙的。所以重点是讲，咱家己要保护咱家己，咱家己迄个，拄则主持人讲，咱家己要家己迄个能力，人因自然该甲咱帮忙。蔡老师，我加问一下吼，就是讲国际上的交往是。除了事实上利益的这个来往，你赚我的钱，我赚你的钱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讲世界普世价值，哦，我欣赏你，啊，我也感觉讲你的价值观甲我同款，我会甲你交往，我嘛有啥物时阵嘛有无考虑实际利益，我会来听你。你的意思是国际之间也是有这种代志啦？一定是安尼啊，因为咱人讲什么趁钱这个代志，这就讲钱的。你用钱吼，这钱归钱啊，迄安全问题归安全问题。所以日本人一直讲哦，伊甲伊讲，拄则我讲的，你爱用因的语言去了解。伊是甲伊讲，经济是经济，外交是外交，国防是国防。你外交一定要有国防来挺你。其实他伊伫国会嘛是安尼讲哦，伊两个是一套的哦。你袂使讲讲外交唔出一支嘴，那就让大家讲，男人不要只剩一张嘴。你剩一支嘴，啊！你讲无人相信你，所以这个安全问题，咱安全问题跟日本安全问题是一套的。你袂使讲甲啊，你都要叫我谈两句话，咱答袂掉，这袂使讲的。这一定要分开来看。是，就我请问陈老师吼，陈老师你睇下讲，这个麻生吼，伊其实甲日本的这个财团吼关系真密，吼，伊嘛算做正大的这大金主，因甲中国的这经济关系其实。应该是不再接受了。因如何在这个转变的期间吼，咱也知影这尤其这5当之来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改变，因如何要来安家，要甲中国的关系来背后清楚。虽然咱也看讲哦，这个中日建交50周年的时阵，因首相无参加呢，吼啊文章也有送去啦，安怎？显然的表态哦，讲我是甲你小可无共。啊，麻生伊安怎想？伊安怎去铺排因内部这种利益甲中国的关系？哦，我这都爱讨论到国际关系哦，叫这个叫做现实的主义啊。现实主义就是讲，互伊安全哦上大化，啊利益上大化。所以因为战后较近的日本，其实甲中国、甲美国的关系哦，伊是采取足含糊的态度，就是有关于经济。贸易，伊甲中国会合作伙，啊，合作伙啥物合？金团联，我甲你讲金团联，当然是你讲伫去年9月29，因迄个中日建交50周年的时阵，官方无办，是金团联主办。是啊，是因主办，是安怎？因想伫利益伫大陆。你看现所有像较大，像米兹比西啊，拢伫遐，拢伫遐。伊所以因的经济需要讲，嘛是需要大陆的市场，甲因的起草甲因的工厂嘛。啊，安全的部分，因佫必须要靠美国哦来听。所以因伫这个安全甲伊利益过程中哦，伊嘛用甲足好势。只是讲因为迄是生病的时期，即摆非常的时期，所以因有非常的想法。因是讲就今迄个马生嘛讲真好啊，讲恁爱有迄个算爱有一个对自台湾爱有算讲，家己爱自助，大家较会认助你，这是一个道理。伊嘛是共款，伊嘛是家己要倾伫迄个国伫顶年的去年的12月16，无即个国安3文件，伊就讲将中国列为上大的挑战。第二就是讲，因要拥有迄个这个反击的能力，对反击能力是对因不管是北韩是中国。因拍射、飞弹，因的迄基地，伊要对迄遐有反击能力。第三就是要5年内要拨出43条的日票，要去布置这武器。另外较重要就是讲，伊搁来美国买足侪飞弹，搁减伫因的迄个okinawa
迄个群岛，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嘛是部署足侪伊的迄个武力，所以来看起来因是有决心。所以我来看哦，就是讲因即马就是甲中国之间，因就是采取就是讲我甲你经济来往来尔。但是你若亲门头，我就是安全，我就去甲你反抗，因为一个国家安全上大的利益就是生存，这是上大的利益。你若亲门头配合到日本的利益，伊当然因会利用因的武力来继续反击。所以跟蔡老师讲的差不多，是做生意还做生意，你若是互我安全袂使，我也是跟你避免。但是呢，讲到这个时阵吼，我要请教到这个王老师吼，即马咱看到讲哦，对台湾来讲，会使是前所未有啦吼，前所未有吼。美国啊，甲咱听吼啊，这个日本啊，甲咱听啊，世界各国安怎？咱台湾如何要来利用这个时阵，去甲这个情势，甲转起来，以后袂阁转转去？敢有这种可能性？那这在各方的安排是安怎？啊，在经济安排是安怎？这整体战略要安怎安排？这以后袂阁转转去？还是讲有啥物条件之下？会阁转登去过去迄种情形。我想在这件事情上面，台湾的立场是比较被动一点。我们很想跟国际社会建立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是最大的阻碍，它妨碍我们跟国际社会正常的交往。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中国的种种的扩张行动哦，它的军事扩张，或者是它以经济作为威胁的手段了，来威胁各国，就是照它的意思去行动。那这样子在国际社会中就形成一种共识啊，中国是个威胁，中国是危险的，那也就是会变成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局面哦，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机会，我们跟国际社会发展关系的机会。那我们当然也是非常积极的去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欧老师他所讲的就是讲，咱台湾是被动的，是哦，因为经济是中国来地输三星的。那么你的意思是讲，那么如果中共啦有一天突然间啊反误去，讲啊歹势，大家就歹势，正人哦，我得失败咧，啊就歹势，我对不起自己，哦，我改，台湾呢？哦，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专制政权之下，中国常常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今天说要好了，明天又不好了。中国对大家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跟岸田文雄在会谈的时候，这是他们在20大之后的首次见面啊。习近平说啊，我们重修旧好，大家要好。但是同一天，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中国一样是派他的海警船到日本的临街水域去绕行。他这样一手使坏，一手要谈的这个策略，这大家不会再被这个手法欺骗。那我们不会输的，我们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民主国家，那我们的一切的政治都是透明的，政治人物是透过选民选出来的，我们不会有这种欺骗的行为，因为政治人物必须受到国内选民的考验，我们不会有中国那种言行不一的举止，这就是我们发挥我们民主的最大的优势，跟国际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利基。就我要安尼赶快问到要请教蔡老师跟陈老师，对无唔对？咱是民主国家，吼啊，但是吼。国际上咧比拳头舞的，啊，伊若是甲你讲，伊若中国若有一天也许10年了啊，习近平也去做先啦，吼，伊的政权也改道啊，吼，伊也阁变做安尼，吼，敢若过去的可爱的这猫熊，哎，这有可能吗？咱即摆是咧想讲，这代志要安怎来好好来铺排了，互日本人来永远徛在咱这边。但过去其实咱也知影讲，日本人无一定对咱是真优先，吼，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咱要安怎来想这项代志？这爱靠咱各地啦，咱袂使甲人讲啊，别人是对你对，你家己若好，人家会对你好；你若无好的时候，人为什么会对你好？咱这一个人对一个人嘛是这个环境，但是咱爱看呢，这100-200年来啦，为什么这些几个国家啦？有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所以你看咱台湾100年前是毋是好，袂歹，还袂佫袂歹，即马是愈来愈好，将来慢来愈来愈好，那愈来愈好了。当然，咱袂使讲啊，大陆伊的早变安怎，这真正足歹讲的，足歹讲的为
咱人徛伫民主国家这边，然后一直发展咱的经济，当然咱就会真好啊。当然日本就甲咱好啊，毋是讲啊咱都无偌好，啊日本人喜欢甲咱斗相共，甲咱趁咱钱，这无啥可能。是。听啊，所以嘛有讲啊，进前安倍嘛有讲啊，上重要就是靠你家己啊，你家己甲度创造一个强的日本啊，啊你家己慢慢创造一个强的。那我做总统，我就讲创造强的台湾啊。你台湾你若够强，你都经济强、军事强，啊，大家嘛活挂。你看北欧迄个欧洲几个国家，伊也无人也无偌济，因为强嘛，人足强的啊。所以你创造一个强的台湾，你唔惊人无活来啊？这较实在啊。是，但老师你安怎看？因为我也知影讲吼，日本其实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因有乌龙会，有镇压会吼。对着中国革命啊，真帮忙吼。那对台湾的民族的主义嘛，真帮忙。因为有这个传统吼，即武术的传统啊，右派的传统啊，甚至咱定来讲，其实这种右派吼，这种日本的右派，因这右派在日本算大宗，来支持台湾或者是支持中国的这个精神，你安怎判断？哦，我是感觉讲，伊嘛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啊，第二点，我感觉我嘛赞成头仔蔡教授所讲的，就是讲打嘛爱靠打底，人讲一句讲，拍铁嘛爱靠主心硬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咱台湾其实，那你讲，我感觉伊毋是讲咱台湾是被动，毋是因为台湾有5大优势，地缘优势，因为台湾是第一岛链上重要的位置。第二点，伫台湾的迄个啥的科技产业。伊的经济，第三台湾的民主，第四就是讲，伊控制着日本，伊的海上的生命之线。啊，第五点，种台湾，你看对付阿强啊，这73年来，你看安尼武力、安尼国防，其实真正是真强。第五就是安尼经济能力，嘛是会当提供互迄个美国、日本对中国的伊的一个精神、竞争的一个判断。所以台湾是有优势。所以即届你看中美中美在对抗过程中，台湾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是安怎？是因为台湾的伊的位置重要，伊的实力足重要，所以伊较宽有较来啊。啊，若种足足像香港，其实免讲啊嘛，你拢愿意配啊。所以我是认为讲哦，其实安尼加迄个加好安发展咱家己自助以外，较来靠人助，这是我对台日关系。上大的寄望，这两位拢赞成讲台湾爱家己要强起来啦吼。但我要来请教王老师吼，王老师在恁的这个各项的研究当中吼，日本吼，即马目前为止咱所看的，因嘛有真听中国的哦，吼，像这个二阶派，嘛41位吼，因的这个国防大臣、外交部长，即林芳正，吼，伊嘛是亲中啊，亲甲足亲的。这以后的发展，恁家己的预测，对着日本的这国内政治的这个预测，因的这个亲中派，敢有可能够换起来？啊，我们说亲中派哈，一般我们在台湾说亲中派有2种哦，两种啊，一种哈是在中国有利益啊，在中国做生意，或者是必须跟中国有经济上的关系啊，这个是一种的。那第2种呢，就是有一种是心向着祖国，那可能是一心想要回归的那种比较精神上的。那一般我们在讲日本的所谓的亲中派，比较是像第一种，像我们自民党里面比较有名的跟中国比较亲近的政治人物，比如说二阶派好了。二阶派因为日本的那个国会跟我们一样，有很多委员会，有国防、交通，有观光。那像二阶，它就是跟交通还有观光长期，你拢点他们遐啦，对，然后他们就是必须要有中国的观光客来支持他们的，对。那所以说它是比较倾向第一种。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情势已经变了。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像我刚刚讲的第2种这样子，一心向着祖国，一心向着中国这样。那等到情势真的转变，等到中国它带来的威胁大于中国可以带来的利益的时候，其实如果只要他们不是第2种的话，其实这个翻盘的机会是很小的。哦，蔡老师，你嘛安尼看吗？当然咯，因为你看理解为什么去大陆，那个伊赚钱啊，伊就迄个钱，但是伊无讲我日本不重要哦。
而家伊大陆讲我是日本人，我来日本来才赚恁的钱哦，这足重要。伊毋是讲我台湾日本袂互恁中国哦，伊无这样讲哦。虽然伊是亲中国的钱，毋是亲中国的安全问题哦。哦，所以呢，真正时机到了，伊嘛是，所以这是算做自民党内面的共识吗？会使安尼讲吗？但是你要想咧，而家伊即摆的人实在足少少的啊，即摆变足少。最近佫落跑一个伊啊，啊落跑一个走去安倍派遐伊啊。啊，人咧看你都无啥物将来，嘿，看你就讲对，啥呢？讲啊白话就是安尼讲啊。但是安倍派嘛受到这个统一教的这个事件影响，安倍派敢无影响到吗？其实统一教哦，这个应该说历史上的问题啦，因为上一早，统一教是假，但是伊就可能歪去啊，啊伊嘛处理了差不多啊。啊，伊嘛讲啊，迄个其实他嘛讲，啊，你有去统一教有吼，紧讲报有报无代志，无报掠到你就惨啊，人报了差不多啊，迄嘛啥物应当是还好咧。所以这个事件过了，应该是会恢复正常去。对个，统一教我讲这问题已经袂使去讲啊，细项啊啦，无将电话啊。我同款问题要请教着陈教授吼，这个日本的这个派法内面吼，亲中的这个情形。到底是安怎？这亲中，可比是王教授他所讲的，其实是亲这个人民币，唔是亲迄个国家，是安尼想吗？啊，我来补充一点嘛，佮一种人就是惊死啊！是安怎？因为吼，你日本啊，伤越亲近台湾，亲近美国，伊即摆中国联合迄个北韩，甲迄个罗西亚来处理日本，所以因有受到地缘安全的威胁。所以是讲啊，我都反正会当日子人过就好啊，免你计较免人，免人到相加，免吵免人家翁，某一种人是安尼啊。所以我来看呢，因就是讲各地安全、各地利益的中间，伊是希望讲啊，会当伫开较无较迄个较暧昧的态度就好啊。哦，这是我感觉我对日本人另外一种观察。好过日子安尼。对，好啊过嘿，对哇。哦，所以因若有讲啊，这领导的大代，领导的代志，不关我的代志，你莫甲社会大，我好好做生意。啊，我搁一个部分就是要补充，就是讲吼，其实恁讲说日本有啥物亲中派，其实毋是，因是爱日本。日本敢若有爱日派，无迄个亲中派。是安怎？其实日本做爱国哦，做爱国。你看像阮台湾啊，买技术拢买袂着，像伊就按更好啊，像阮啥无人做眼镜，就是按无迄个合金的技术，要来日本买无爱。是安怎？因爱国，你做歹代是吸收的，所以我来看就是讲，因为因爱国，所以我是总会来总归一点就是啥个，就是为迄个主观甲客观的环境，因认为讲因是爱日本，所以不得不去亲中。哦，这是我的判断是安尼。邓老师，那如果照你的逻辑来看的时阵，因唔是爱中国，因是爱日本，那么因敢是爱台湾？还是亲台湾，因爱台湾、亲台湾，是又个是啥物理由？还是讲无喏？因是爱因日本，这因为爱台湾对因来讲结果是上好的，所以要来爱台湾。啊是啊，所以就是这句话就是讲，无永远的敌人，无永远朋友是永远的利益。所以因爱台湾，老实讲，其实台湾甲日本是有历史的因素，有因素。第二点呢，其实台日之间，即摆会好的原因有3项，第一就是美国。美国讲啊，恁人爱好。第二就是讲日本高层的善意。第三就是民间的友情。哦，但是台日之间的因为都无迄个无邦交，所以就会当时安怎三无克星呐，三无克星。啊，我是认为讲哦，其实日本来看，因为日本也重视台湾优势，就是日本优势就是讲，你会记得顶个迄个去年8月份美国的佩洛西来的时阵，阿强啊拍9粒飞弹。4粒伫台湾，5粒伫因的经济海域，是安怎？伊讲恁啊台湾优势，恁日本伊嘛要拍日本，是安怎？这叫做反介入甲区域拒止，所以日本嘛是会惊啊。所以伊认为讲哦，啊甲台湾大家好好，哦啊甲中国好，安尼就好啊，迄是因上大的利益。啊，所以佫有人讲，奇怪，是安怎对日本的他对咱台湾哦，伊的态度做暧昧。老实讲，即马是和平时期，上清楚的时阵啦。对，上清楚。但是即马和平时期，伊嘛不爱去武东武西武高武低。但是其实若真有战争的时阵，台的优势就是两岸战争的时阵，美国嘛是跟随日本嘛跟随美国共同来保护台湾的安全。
这我咪请教着这个王老师吼，嘛有这个文字记录讲，日本人其实是袂出兵哦。日本人是踮咧在倒来吼，加甲你后勤帮助啦，电子作战啊，甲你帮助，伊袂帮你出兵啦。啊，第一，出兵无出兵，对咱台湾有利无利不利，吼，这是一种考虑。第二是，真正的帮战是啥物万不利啦，吼，台湾有事，日本人对咱上大的帮战应该是啥物？你对战略的角度来安怎看？那我回到这个原点来讲，其实像如同刚刚两位老师在讲的哈，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自助哦。那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就是我们去期待外国人派出他们的子弟兵帮我们牺牲，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国防还是要靠自己哦。我们换个比喻来想象，菲律宾的位置对台湾也很重要，但是当中国在对菲律宾骚扰的时候，如果我们讨论，国军弟兄要不要出兵去帮菲律宾，这个阻力就会比较大。那同样的状况也在日本国内也是一样的，就是台湾如果有事的话，他们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反战的很长的历史的国家，要他们出兵直接介入台海是比较难的。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助的努力。我们先自助之后，再来求希望别人的帮忙。那如果说回到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他们介入的话，有什么方式哦？比如说我举一些比较空想的例子，这目前可能还没有到讨论。比如说我们的国防等到中国打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备案，比如说把战机或船疏散到台湾东岸。那比如说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去探讨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船或者是飞机可以疏散到东岸以外的日本的什么地方？这个曾经有人讨论过。那或者是说，我刚刚有提到，比如说在与那国岛，日本有配属电战部队了。那电战部队它是眼睛看不到的电磁波作战，这可以让中国的防空武器失效，特别是在它的船频繁在我们东部活动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可以探讨的可能。它并没有实际出兵啊，但是它实际运用了它的防卫能力介入台海有事。所以这个日本人咧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伊这个有事的代志，伊意思唔是讲我真正讲。我人来杀你来台湾创啥？是我在像即马世界各国对乌克兰共款，我飞弹互你，或者是人替你来训练，吼。但是日本人伊本身伫协会内面已经开始有这争论啦，吼，要来改袂改？你认为日本目前为止敢有通改这条？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啊，就是我们做我们的努力，他们做他们的努力。因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可能会让很多人误解，觉得只要中国打过来了，自卫队会无条件的帮我们了。那首先还是必须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必须先做好自助的努力，再来期望别人的帮忙。这就是我要问三位的，就是讲哦，那真侪人真，因为咱对日本实在太有这个亲密感嘛。感觉哇，日本人咱甲伊安关系足好的哦，伊嘛对咱安全都安全吼，所以就当作是敢若朋友之间的这个代志尤其那么咱对美国就无一定安尼就开始有这以美论啦美国人安全，咱对日本应该按如何来看待因为日本人我头就开始就问，日本人有当伊讲话讲甲真保守咱就唔捌。咱唔知影讲伊咧讲话即个美感，但是咱在自来像头拄蔡老师咧讲，因咧讲的即个安全的即个话，应该是接触，就是讲到即个到位，应该是如此吧？当然啦，这已经讲出清楚的啊，而且伊伫2021年的时阵，伊嘛白纸写字写出来啊，伊伫世界嘛是安尼讲啊，而且伊讲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伊嘛是一直安尼讲啊。而且伊嘛毋是讲我一定会派兵去啊，这毋是这个问题，伊是讲阮日本有迄个美军伫遮，美军会使对日本飞出来无？这是上重要的，毋是讲自卫队会派出来，毋是为什么？因为美军一定是对日本先来，对 Okinawa 对别个所来。那如果日本讲袂使哩，这可能足侪人无了解，美军伫日本伊要飞出来时，爱甲日本拍一个招呼呢。你甲我拍一个方，我讲。no， 伊就讲歹势，我袂使飞出来。日本人伊想过，伊唔敢讲 no 嘛，伊唔敢讲。为什么？你若讲唔敢讲 no，就是
日美同盟这就无伊啊！你甲我讲日美同盟，你即马甲我讲 no， 啊，我徛伫遮歹势，我拢来走，我拢搬转来迄个关岛，吼，啊，恁家己保护恁家己，所以日本人嘛会惊。所以基本上，台湾优势就是日本优势，就是讲日本会互迄个美军对遐飞转，啊，若对遐飞转了时阵，即马情形，即马人来判断的时阵，阿拉个要赢机会足低，是，这是基本的。咱来看这个张图表吼，这个岸信夫吼，20228月份啦吼，拄好前一年吼，伊讲吼，进入危险、进入危机事态，是毋是会当适用台湾优势？军演指挥官鲍伊尔表示，这将是提高台湾在内的所有军事应对。这就是吼，美国甲日本头一摆就进入危机事态吼，是不是联合军演？这是头一摆哦，这是算作头一摆。但是这个事件，敢是独立的事件，还是今年会阁发生吗？还是讲因这是安怎来看待讲啊？要做扩大联合军演，你安怎？陈老师，你安怎看这日本人的这个国防？因为日本毕竟因是自卫队，因毋是国防部。你安怎来看待这个真正这个军事行动？哦，是因为日本呢，就战后受到宪法第9条，因为算和平宪法这个限制哦，因是算讲因唔叫国防军需叫自卫队嘛吼，所以我来看当这是因为着要改，要互因这甲会当这个运作，运作会当较灵活，所以因2016年有颁布一个叫新安保法，就是他那主持人所讲到，就是讲，你讲咧处理危机事态的时阵，是伫第2坎，哦，第2坎就是讲美国的民军受到攻击的时，所以因日本人会当采取叫做集体的自卫权，集体啊，就是配合美国。啊，第3就是迄个武力攻击事态，就是讲日本的本土，包括受到攻击的时，因会当发挥因的叫做迄个个别自卫权。所以来看起来，日本呢，伊其实对美国来讲，因无航母的必要嘛无这个条件。就咱蔡老师讲的，美国若叫日本跳起来，日本会讲啊要跳偌悬，伊嘛毋敢航母。这我叫蔡老师你就袂航过的，袂航过伊变航过，啊伊就靠美国啊，无变哪办？像伊买手伊即摆迄三保法，讲要具有迄个反击能力，嘛是来美国买咧战斧巡弋飞弹来啊。啊，袂靠我多，啊，佮伊要买收迄个，伊迄个124的迄个124迄个飞弹，嘛是说，为200到1000嘛是靠美国的技术，伊嘛无法度，哦，啊，所以因的迄种像爱山，因的防空的嘛是靠美国，包括因的飞机，哦，F-35嘛是美国，所以拢靠美国。啊，我所来讲，若种真正若台湾真正优势，毋是日本讲了算，是美国说了算。这3种状态是重要事态，加迄个处理危机，加迄个买手迄个武力攻击，拢是美国讲了准绳。所以伊这个新安保法就讲啊足，算讲较灵活，人家讲啊，反正我就听美国的就好啊，美国安那限定，安那限定，唔开伫上重要迄个武力攻击事态时，包括美军的基地受到攻击，嘛是有算，嘛算在内，嘛算在内啊，对啊，啊所以你讲像人讲啊，中国要拍台湾，一定会生气的，伊上紧啊，意大利要拍无法度，伊会联合北韩加俄罗斯来做伙来牵制美叮当，可能的台湾，所以就是看见就讲台湾优势、日本优势、全世界优势就这样来。哦，所以在战略领头，伊若要攻击台湾，阿强若要攻击台湾，伊头一个先爱来牵制就日本人甲韩国人。系啊，战略上是安尼安排吗？对，唔可以当变，互你台湾变无人援助，你就啊，所以慢慢回到迄个王教授所讲的，就是讲台湾一定要先爱有建立自主能力，爱去建设国防，安尼才会能牵到大陆对咱台湾的第一集，就是安尼来。安尼我加问一题吼，就是头拄啊，陈教授甲蔡老师拢讲着，讲哦，韩国甲日本的态度嘛真重要。咱知影日本啊，韩国人的态度呢，看起来敢若较暧昧呢，敢是安尼？
哦，我们可以看到，韩国长期以来因为它的地缘政治是离中国比较近一点，那加上我们从现在来讲，它比较高度的依赖中国的市场所以我们会一直觉得韩国它的立场是比较亲中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尹锡悦上台之后，他采取了很多新的政策，那其中一个就是跟中国划清界限，然后跟美国重新修好关系，那甚至是跟世仇日本也重新修复了关系。那这个事情其实对尹锡悦的支持度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像日本跟韩国是一直关系很不好的，两边的人民甚至有互相讨厌。那尹锡悦他在跟日本重新修复关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是掉了很多趴，这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很致命伤的。但是我们从他的这个动作来看他宁愿支持度掉那么多，但还必须跟日本重新修复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威胁已经不是说哪一国跟中国好就可以免除中国的威胁了。现在的局势已经不是这样子。所以王老师，你也认为讲韩国今嘛开始上高速公路没回头啊？这是回不了头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不透明性。什么叫做不透明性？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习近平要干什么，这是最危险的。那只要中国还是专制政治，还是不透明的一天，就没有回头的道路。上尾5分钟请3位做一个小小结论咱因为马生来台湾足紧的，伊嘛80几岁那咱3位甲咱做一个跟这是真短暂的这个小小结论。马生这83岁，这算做老大人对着日本政坛的这个，咱讲维善也好，影响也好，咱乃至到台日之间的这个关系长久落去会造成什么影响？蔡老师，我嘛是感觉讲马生就是以早安倍啦，因为安倍已经往生啊，可能咱就写甲马生这个人了掉，伊的想法、伊的讲法，爱甲听清楚。伊已经讲我足白啊，我已经甲你讲足清楚呀。啊，你若阁听无，是伊嘛毋知要安怎，伊人嘛来甲咱遮，我来甲咱遮，啊，阁甲恁总统嘛甲恁讲啊，啊，无要你叫我安怎，对无？我字嘛拢要甲你签好啊，对无？我已经听到这个程度啊，对无？啊，你嘛是要了解，所以。爱甲伊当作以早安倍，爱好好甲看伊是咧讲啥、想啥、做啥。是，丹老师，我来看这届马生来到台湾其实伊充满对台日的关系，也是台日的安全充满了高度的责任感、甲伊的使命感。后尾83岁啊，伊嘛免老大人，佮坐飞机，迄嘛足忝的。结果伊来个第二点就是，伫这个今日伫迄个凯拉格兰迄个论坛内底，伊嘛。有吹到底啊！讲我伫外交也听你，军事也听你，经济也听你，包括你加入迄个 CPTPP， 啊，佮加迄 WHO 拢听你到底啊！啊，你台湾你若佮无法度通体会伊的苦心，我感觉嘛是枉费伊对台湾的一片的真。但我的趣味是讲，那么伊这话伊会讲到伊共款伊马生派啊，伊安倍派人讲我咧讲啊，恁都爱照步来做。啊，一定是伊来一定到内部一定有充分的大家有沟通过啊嘛。包括伊嘛爱打岸田，包括伊要讲啥，因为伊是一个制度的一个政党嘛，是一个制度的一个政府。毕竟第二坎。对哦，第二坎嘛，爬数足悬的好无？所以咱嘛会使小可乐观啦。对。会使小可乐观啦。非常乐观。非常乐观啦。王老师。我想这次麻生来台湾，因为前面2位老师还讲了蛮多了，我补充一个，就是外交上的惯例一旦有突破，这个就会形成一个很永久的正面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个客人来我家，我今天在门口接他，好，然后过一阵子我们的关系好了，那客人来了，我在客厅接他，那以后他再来，我又要在门口接他，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已经让他进客厅了。那麻生来台湾的道理也是一样因为中国这样子很蛮横的举动那造成就是日本它加速跟我们的交流。那今天麻生他用现任副总裁、现任副党魁的身份访问台湾，这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先例。因为就像我们讲，已经进到客厅了，就很难再回到外面去。所以现任的副总裁可以来台湾，那是不是以后的现任的副总裁都可以来台湾？
而且这次中国没有积极的抗议，没有什么表示，那以后是不是就可以继续这样下去？这对台日关系的那个提升是一个很永久的正面效果。顿起啊，佫唔知呢，伊是不是会抗议咧？蔡老师、陈老师，你认为咧？啊，抗议一定要抗议，伊抗议唔是互咱看，是互因内底人看啊。啊，伊无抗议，内底人伊要哪交代，对无？啊，但伊抗议的啊，人就随时来甲咱遮，无你要安怎，对无？啊，咱的人嘛拢去甲因遐，而且伊嘛有去问过啊，国会内底因早要5月时，一直问讲，日本有限制因啥物人袂使来？因讲无，大家拢会使来哦。因先调查过啊啦，无限制啥物人袂使来。国会内底因调查过，林芳正外交部长伊嘛先讲无限制啥物人袂使来。连亲中派伊嘛安尼讲，拢会使来。谭老师，是啊，就是谈到王老师嘛讲，其实这变一个新常态，新常态就是新常态，就是以后可能会大先先来。哦，其实对台日的发展，我感觉是充满了乐观。咱是希望实际上有国家会当较麻啦吼，这个来当然是一回事，真正实际。